大家好，我是叶鹏松。即阵我爱用地州话来录鸦片。我爱是在声明，我毋是地州人，但是我学地州话有一段时间咯。我即阵试图用地州话来答话。所以如果我发音不标准，请你多多包涵一下。即阵我爱录即个鸦片是，因为我昨日有买一本册，就是经济伊个会上来咯，不好意思，我通早答毋对去，字都地州话读做字，册只有庄江话或者是别人佫照说答。我已经拆开咯。即个本册个名是台湾社会高工地理研究学。昨年我爱摕即本册来，我是爱主伫用高工分区个方式去推广台湾本土高工，推广台湾高工教学，或者是到社会平等作为公用高工。昨日我爱主伫高工分区，大家拢会知，其实香港长期以来拢是用用广东话来教所有个科目，包括历史地理、科学、算术、中文、概述、通识课等等。即种你凊彩到台语个成本去睇，复在时阵，伊或是用华语个，或者是北桥话个思维，比如有一个词伊无真知，毋知做你爱翻译，所以伊直接去用北桥话来答，比如枪声，枪声是物解？迄就是 Boris Johnson 个北桥的音译，但是较袂使用台语去音译。我是有几个建议会使去参考，庄孙、俊孙、俊孙，伊就是庄周话个俊孙，华语一个就是壮孙。华语我常常爱读台语个新闻，听伊人答马克宏，马克宏又阁是地点，又是北桥话个音译，是音译 Emmanuel Macron， 较袂使用台语去音译。我是建议会使用伊班州马孔，伊班州马孔。昨日在台湾人华是无即个意识大后，咱爱用本土个语言去翻译所有其他新个概念或者是新个知识咧。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台湾华是无100%个本土高工教育，伊毋是互一个香港招式用伊人本土个高工去教册，伊人确实有本土高工个课，但是一个礼拜
只爱坐一顿，所以无物杂用啊。我做哩爱煮伫隔港分区，就是普通隔港才会使出去你家家门外口。如果你出去家门或是无便去用本土家隔港，所以即个推广本土隔港个责任或者是功劳，拢总报去啊。所以我就是主题就参考洪维珍教授所编写个台湾社会隔港地理学研究，依照即个地图去分区，就是才会使去推广台湾个本土隔港。洪维珍教授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个隔港学家。如果你有兴趣爱读这本册，我建议大家去读这本册。虽然台湾已经伊人已经推出台湾个国家隔港发展法，但是老实打，台湾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教育机构，伫定是有睇到有人用普通隔港去写公文，或者是写批福州嘞，老实打，还是以北桥话为主，所以因为伊人无用台湾隔港分区个即个概念，伊人出去家门，别人要求伊必须爱搭北桥话，就是搭即个国家隔港发展法，较毋是无采工。我还是爱呼吁大家，去社会课、教育部、文化部、校长、教授、先生、华务助教，拢总爱用本土隔港去教册。因为顶一次个鸦片我有搭过，教育是影响咱生活隔港个因素，所以咱爱改变咱个生活隔港变作去本土隔港，必须爱透过教育，才有便去推广。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去帮忙。老实打，我有试过社会课我个校长，或我个教授用本土隔港去教册，但是伊人个反应就是大家还是用北桥为主，所以咱毋莫去推广本土隔港个教学。老实打，我睇到一句是非常心坎大，就例如即个台湾隔港发展法，确实假个。虽然台湾是有即个条例，但是这是假个民主咧。我老实打，这是假个民主。我出去家门，别人还是爱质疑我，做你莫用北桥话，我有双独我搭我家母语个权利啊，做你我一定爱搭北桥话咧。台湾咱定定爱搭，咱爱推广多元文化，但是
即种中国有多光啊，中国有，我中国找，我出去根本袂使用我家无过，这确实荒谬个事啊！做哩无合理咧，所以到还是爱呼吁大家去社会、去教育部、校长、先生、教授、辅助教，用本土语言去教册，而且我是主张爱语言分区，依照洪贵珍教授家即本册，伊内底家地图去设计语言分区，好个我家影片就到即个为止，希望你慢慢去社会去找教育部、先生、校长、助教拢总做不来推广本土语言，本土语言个写死，就掌握到你个手来，多谢你个收睇。